接下来嘅节目，我带大家去看电台。台湾有35座电台，对清朝书嘅历史，8多年来都系海关负责来起韩国管理。现正行政院组织改造，今年北大道交通部由新成立嘅航港局来接。整体评估过后，交通部打算今年9月嘅起始3年要开放5座电台观光。在欣赏电台嘅风景，台湾各地嘅电台都有伊嘅历史背景同故事，带大家向下去了解。你明白色個條啊？1000年下落嘅翕相，亦搭配台灣淺南片鵝蘭片電台。前年7家翕7家，畢業上電台，亦翕幾翕各種樣嘅都有，背景都係一座電台。鵝蘭片電台喺度前港19年起好嘅，每做183年，到也已經有130年，已經列作歷史建築。這樣是一搭配本地係鬼片嘅色棒棒嘅素材，清朝和派兵來裝，每位同台灣南片畢業當重要。經過日本書嘅，到國民政府爭來台灣時節，每行彼此等於阿邊個戲種嘅形式，也圖上方和保留等嘅創意，圖上那邊有土牛橋，也每台灣唯一有武裝嘅電台。在以前那時候這邊都是很荒，都沒有什麼百姓啊哈，土蕃很多了，哦，所以他當初設計的時候哈，他有設計這個壕溝。圍牆上有槍眼，啊，燈塔上面那個欄杆那邊它也有槍眼，這是就武裝燈塔的，這台灣唯一的一個武裝燈塔。鵝蘭片電台爭24公尺安高，不過因為頭太平當方，對海平面開始算起時到定線有56公尺安高，安布頭同50公里嘅外海都還看得到天火。早上風景區還唔到嘅時代，鵝蘭片電台係台灣8景之一。因為台灣的以前的風景區很少嘛，哈，所以這邊它列為台灣8景之一，這個是鵝蘭鼻。現在的話就是說，現在的這邊的鵝蘭公園的話，就是說以我們這個燈塔為那個重點。而家同鵝蘭片電台看到呀台牌啊，其實係用生鐵做嘅，又細又厚。其實同台灣單電台夾嘅台牌做上都一樣啊，而家嚟開看哪，可以幾難開咧。現在使用嘅電台底部空間狹窄咧，包含有啲生鐵咧，未用當久嘅。這樣是設計底部電台架下，請本電台做生意做得上下天天，冇考慮到安全同鍛鍊嘅結果嘅。實際上，電台底部未冇開放觀光。現在使用嘅電台主要功能係聽帶路，帶出一條安全嘅航線。其實中國當初就有像電台一樣嘅概念，比如講馬祖河故事，就係一隻電台故事。按對總經音來講哈，事實上媽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燈塔故事。你知道，我們知道媽祖在活着的時候，常常到海邊，晚上的時候在海邊點燈，啊，讓他的爸爸媽媽可以平安的回家。然後現在在供奉媽祖的時候，有千里眼，有順風耳，那告訴我們船舶航行大海的時候，可以看到哪裡有危險。一下全台灣使用嘅電台總共有35座，單都係同清朝也係日本書嘅加起嘅。每起一條電台主要係同142年，每做清討講22年，中英鴉片戰爭過後，簽嘅中國近代史上體制不平等條約同南京條約底度，中國開放嘅5隻港口通商，上嚟來去，未發生一道船難。到中國來，他們對中國沿海的地形不了解，所以船難就很多。那船難很多的情況之下，他就想到在他們歐洲遇到船難的地方，一定是有淺灘、有暗礁，所以這個地方他們就設立燈塔。啊，燈塔的燈光有白燈、有紅燈，白燈是安全的，紅燈是危險的。
80年来对清朝到中华民国政府、台湾电台一直喺海关负责去系统管理。去年行政院推动组织改造过后，张图今年正月初一对主管海关业务的财政部搬到交通部。早期因为交通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专责机构，所以就协调全由海关他来照顾这一个业务。那也已经140几年。那去年因为交通部的组织法变更，那港务局政企分离之后，成立了港公司以及公权力单位交通部航港局，所以就协调从去年的1月1号开始，那灯塔的业务就交给航港局来接办。在海关管，海关的主要业务是收税、查缉走私，他们设立一个专责单位来负责灯塔业务，叫做海务处。那现在的航政局，他们也是由原来这一批人在管灯塔，他们原来这是一群很专业的人在做的事，水管都一样，只是世界各国都不由收税的单位来管了，管灯塔由收税的单位管是很好笑的了。其实海关来管理灯台，咩係有歷史背景呢？為到船的安全，這樣是遇到中國的商業船有陣日講說，制定專款專用途系統維護燈台，這樣是清朝的海關總稅有時係英國人核的，為到得到國防的信服，清朝就向海關來負責。為什麼海關可以獲得中國和列強的信任？因為海關的首長是英國人，然後他是中國的政府單位，所以兩方面都信任他們，所以就由海關來管。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年2013年的元月1日。和財政部海關管理的時代，政府開放6座燈台本人講講，包含三條角、高雄、鵝鑾鼻、吳鳳島、東引島，還有東基島。交通部接數來講，通盤檢討按樣開放，到今年9月咧，我再個開放白沙甲同火燒島燈台。就是34+1座，裡面大概有16座是適合開放觀光。那目前已經有6座開放觀光，有5座是屬於開放空間，本來就沒有特別在看廣的，所以接下來還有另外的5座。那我們是希望接下來3年大概以221的方式逐年來開放。早上下午9點，對台東比到火燒島比洋橋降落嘅火燒島燈台順航最機場，同燈台另外一片係太平洋，一特別有隻水庫咧，當人下考來一片潮水，一隻水庫咧，其實係同2次大戰時期美軍幫出來嘅。一邊是靠太平洋，一邊是靠着那邊機場，靠太平洋那邊還有一個大洞，大洞是怎麼樣？那些都有故事。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本來人家飛機是要炸我們燈塔，那個不是很準，也許很準，只是被風稍微往外面吹一下，它就炸了，一炸變成一個大洞。現在就好像類似石戶這樣子，可以在那邊抓魚，可以在那邊很清澈的水裡面游泳。當次係這樣示威起火燒島燈台，係因為1937年美國復活總統後，同附近的海域發生船難，美國政府為了減輕火燒島人勇敢救人的行為，故所係美國出錢，日本人去嘅。那早期你知道嗎？西方國家來征服中國是靠的船堅炮利，那後來的戰爭也是航海，都那個船舶也很重要。所以在2次世界大戰的時候，台灣的燈塔就成為美軍軍機轟炸的主要目標。他只要把你燈塔炸掉了，那日本的船舶就沒有辦法在這邊通行無阻。台灣單燈台附近呢，都是發生過大小小船難。火燒島係安陽，鵝鑾鼻燈台咩係？到1867年，每做清同76年，有輛美國嘅商業船渡到台風嶼唔地方向，流到鵝鑾鼻附近嘅七神沙，闖到石頭木塔，船長同船員潮水上岸，日本人出面做一次塔，故所美國政府建議去鵝鑾鼻燈台。
这个灯塔这边哈，你那个朝南的地方哈，那边有一个9海里的地方，那个叫七星礁，哦啊，那边有礁石，那个退潮的时候那礁石会都显露出来。现在目前大概是在涨潮的时候，这看不太出来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险要。大草灯台都有无同样风景，对开放观光多近。除咗鵝蘭片，另外一隻當多人會去係高雄燈台。高雄港係國際上港，常年出入，去到燈台巷看講下，規則可以講無限汽車，講都講唔得。高雄燈塔它是市定的古蹟，經內政部在81年的時候，不是74年的時候核定為市定古蹟了。我們海關在81年的時候元月份開始開放。自從開放以來，參觀的遊客蠻多的，尤其是大陸來的，或者是香港來的，來這邊的，剛好有遊艇進高雄港的，來這邊參觀的遊客都是蠻多的。一般來講，燈台結構大體分做大草、塔身同塔燈。天火位嘅最頭塔燈，高雄燈台主燈也係市定古蹟。其實千座燈台電到嘅順巷一棟2層樓嘅建築，下後再內起8角形嘅白色燈台。高雄燈塔其實最早的就是在我身後的這一座2層樓的方形的白色燈塔，它是最早在西元1883年，也就是在清光緒9年的時候，由海關首先建造的第一座燈塔。後來在1917年的時候，日本人開始改建燈塔，由於外購燈器受到戰事的影響，所以延遲交貨，所以在1918年的時候才完成建造。花蓮的奇萊撇燈台兼七星潭，佢一套1931年日本蘇嘅下日本人起嘅，亦特別係全台灣唯一有8公尺嘅燈台。上下嘅行為用外熱熱來見白光，香火蕩旺。負責設計同奇妙係田一發，佢40年次，佢樣是落來燈台做些時節，行喺後上跳嘅，佢每天嘅有奶水整廠裝燈嘅人。那時候就是我們主任認為說，燈塔有神鬼這個問題，大家心裡比較不安，所以說他想要蓋一個土地公廟，就叫我幫他，然後他找地理師來看點，看一看，看了可以，這邊可以了，我們就把它蓋起來這樣子。要講要拍請燈台，其實當到種燈人3萬維護嘅結果，尤其係台灣燈台都用好久嘅，連細細門牆、銅片都天氣愛射而出。至少喺度航海科技案發展，已經係全球衛星天氣嘅時代，燈台天帶路功能限在。下個禮拜，人家再個了解，看起來像一項種燈人，記得當年要做安多乜嘅頭路呢？